杂志社里有领导，有人管着，不自由。所以你就，所以什么呀？所以你就辞职不干了？没错，我把他气坏了，因为这份工作啊，是他费了好大的劲儿，托了好多人脉才帮我安排的。最主要的是，他不相信我开餐厅会成功，他觉得我是在不务正业。哎呀，那你是怎么跟爸妈沟通的呀？真想学学。其实头2年啊，他们理都不愿意理我，家门都不让我进。可是现在呢，重归于好了，因为你看，我开餐厅开的成功，是事实改变了他们的看法。所以说，说什么都没用，关键还是得做出成绩。没错，老一辈的人啊，总觉得他们过的桥比我们走过的路都多，经验道理一套一套的，还固执，所以对他们啊讲道理没用，只有先做出结果来。事实胜于雄辩吗？这是我第一次做完甜品这么紧张。你紧张什么呀？您是行家，要是我自己吃呢，我绝不会挑剔的。可要是写进餐厅的菜单里，那我可要不好意思了，我就要拿出一个变态老板的苛刻标准了。老板尽管挑剔，我改到您满意为止。怎么样？好吃。缺点呢？甜而不腻，入口软绵，有种沙沙的感觉，卖相也很精致。得起个好名字，要年轻有趣。别光跟我说这些美食评论的词儿，我要听你真实的感觉，我要听你的但是。但是你里面加了点小栗子丁，哎，干脆就叫小栗旬。寻找的寻怎么样？哎，你还真是做美食记者的料。吃嘛，我吃过很多了，有品鉴的能力。可是做就没你的天赋了。人啊，分工不同嘛，有人负责做，就得有人负责吃，还得有人负责夸。大家分工不同嘛，有人负责做，就得有人负责吃，还得有人负责夸。你傻笑什么呀？小栗旬这个名字太完美了。开饭啦！你这是一道菜分3个盘子装的3道菜，这个是虾仁、日本豆腐，还有红烧鱼。快走！你上次给我送来的菜不是这个样子。其实上次的菜不是我做的。3个小时前就猜到了。你别生气嘛，我真的努力在学习做菜，但是我发现做菜它是需要天赋的。算了，我也不解释了。我不会做饭，是不是让你失望了？失望是肯定的，饿也是肯定的。看在你认错态度这么良好的份上，我决定先点个外卖，再批评。你干嘛对我这么好？
那我来点外卖。你想吃什么？就点上次那家吧。上次的饭菜是路飞做的，点不了了。他做饭好吃吧？不过他现在交新朋友了，下次再吃又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。吃这个好不好？这家看起来不错。你怎么都到了？我忙活了一下午呢。那怎么吃啊？这虽然卖相不太好，但是没准儿口感还不错呢。你下次做的进步的话，我会尝尝的。把路飞约出来，请教请教。好，等他有时间的。对不起啊，做了这么多菜，没有一个能吃的，太扫兴了。没事儿，你的脸啊，是今天晚上最好的一道菜。我给病人推荐了种植牙，也介绍了现在的技术非常先进，但是他不同意，非要保留自己的病史。咱们都知道，这掉牙对于一个男人意味着什么？老了啊，牙开始掉，你有再多的钱，保不住牙，你该掉还是掉。这种感觉真的是无力回天。越成功的男人，他越是这样。病人的心情我可以理解，我也会再进行心理疏导，但是他这种要求我这满足不了。怎么满足不了啊？人家说保住牙，又没说保多久。你该根管的根管啊，该刮治刮治，该做罐做罐呢。你想尽一切办法拖住，就是胜利。可是病人的牙槽骨已经完全吸收。陆医生，你最大的问题啊，就是太理想化了。那病人的诉求是第一位的，人家病人有钱，你现在说什么都没用。他所有的项目都做一遍啊，不用你说，到最后他自己都烦了。他的道理是这个道理啊。利害关系既然咱们跟病人已经讲过了，选择权呢在他们自己。既然病人呢要求这样，我们就尽量满足吧啊！但是首先还要签署这个知情同意书，这是必须的。对喽，知情同意书，你有了这个，怕什么呀？我怕他后悔。医疗技术在不断的进步，现在看起来没问题的事儿，将来可能会出问题。更何况今天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，再拖下去，牙齿周围的骨头都没了，到时候再想做种植都来不及。病人可以短视，我们不行。如果说病人想做什么就给他做什么的话，那还要我们医生干什么呀？大家想想，如果这个人是你们的朋友、亲戚、家人，你们也这么看着他胡闹？陆飞啊，我觉得吧，你的这个思想观念呢，真的是有时候得需要转变一下。这样，杨医生这个病人你来接手吧，好吧？啊，今天就散会啊。你们是商业诊所，效率第一。快到年底了，大家都挺不容易的。你不满意，你不能公开唱反调啊！先是一名医生，我的职责就是治病救人，有病不治，由着病人的性子胡来，还美其名曰为病人服务，真的接受不了。你的出发点再对，你能不能用成年人的方式跟人沟通？你一定要这么打击我吗？我打击你是要你变得更强。那你就不能换一种鼓励的方式？鼓励什么？鼓励你成为一个性子太强的医生，跟你的领导同事闹不和。对，你是为病人考虑，没有一点私心。但是又怎么样呢？你不能让大的环境来融合，你明白吗？我知道，我们都会为了现实和环境做出一定的妥协，但是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赞美这种妥协。不妥协就是不懂进退，那妥协呢？进在哪儿了？妥协的人不是一退再退吗？不好意思来晚了。你们怎么了？
没事儿。没正式祝贺你们在一起呢，恭喜你们。谢谢。你的祝福对我们尤其重要。我很羡慕你们从高中到现在有这么好的友谊。不过我今天来啊，你们好像不是很自在。没有。真没有默契。什么默契？分歧还差不多。想跟陆医生做朋友啊，思想品德要考100分。那要是想跟艾若曼做朋友呢？首先要有一颗甘当配角的心，他永远都是宇宙的中心。他的朋友首先要接受他说的就是真理，还要随时甘当他的垃圾桶，装他的牢骚，抱怨。你现在不是在抱怨你在做什么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又咄咄逼人了。出门忘了带脑子，太过锋利，不完美，不讨喜。实话也不能多说，他喜欢的不能说不好，他不喜欢的一定要同仇敌忾。要好好学习语言的艺术，小心的呵护他那颗单纯又脆弱的善良的男人的心。他生气可以，他发脾气应该，因为他是主角，他是宇宙的中心。你不行，你不能有自己的看法，不能有自己的情绪。要把自己当成宇宙中心，的确很可笑，但是把自己当成天下第一委屈，也好不了哪儿去。真不明白我今天为什么要攒这顿饭局，就是为了让我的好朋友当着我男朋友的面这么吐槽我。我道歉，反正我也习惯了。不用羡慕我们的友谊，好好做你男朋友。你跟洛飞经常吵架，这是我跟他之间的事，所以我被隔绝在外。我现在不爽，不想说话。一晚上听你们斗嘴秀恩爱，不爽的应该是我吧？还不是你把他先约出来吃饭的？要说秀恩爱，也应该是我们俩先秀吧。我跟陆飞压根儿没有什么恩爱可秀。那你们就保持距离。是你爱吃醋。我现在在很平静的跟你讲道理，你要控制住自己的情绪。有理不在声高啊。我们现在已经在一起了，你可以停止你那个两男竞争一女的戏码。你是不是很享受和路飞之间那种朋友之上恋人未满的感觉？你够了，如果再这样我就翻脸了。你翻脸表示你理亏了。理亏，我哪有那么多理可亏？阿姨，哟，曼娜，哎呦，曼娜，你，哎呦，我这手机呀收到了，真是谢谢你了，太好了，这手机。但是我不会用啊，这手机。再说也太浪费了，我用这么好的手机没有用，真的，我就用啊你跟那个小飞淘汰下来的就行了啊。阿姨，我先挂了。哎，妈，哎呦，这孩子，哎呀。会不会敲门？你心情不好。你进别人房间敲不敲门，跟我心情好不好有关系吗？那我先出去，等你心情好了再来。愤怒
是因为无能，心情这么沮丧，是因为我竟然对他说出了那些话。那要是想跟艾若曼做朋友呢？首先要有一颗甘当配角的心，他永远都是宇宙的中心。他的朋友首先要接受他说的就是真理，还要随时甘当他的垃圾桶，装他的牢骚、抱怨。我竟然用愤怒来掩饰嫉妒，用反击来消除内心强烈的不安。晚安。小安，我明天去美国出差，那你早点回去休息吧，得去几天。别太辛苦了。走之前稳定一下剧情。不好意思啊，专门临时找你。上次我对艾若曼那些评价很不客观，我希望能够收回。他不是一个自我中心、不顾及别人感受的人。我们俩虽然是朋友，但是很多观点并不一致，在这些方面你们俩更合拍。所以你是来惹恼我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是来尝试弥补过错。我不希望因为我的话让你对他有误解。她是我女朋友，你的意思是我不了解她，需要你来讲解？你现在是不如我了解他，但是我相信只是暂时的。我相信这如果不是公共场所，我会给你一拳。我不相信艾若曼的男朋友就这么没风度。你的风度也没好到哪儿去。从你跟我第一次打球开始，你的敌意就掩盖不住。知道我有敌意，好好珍惜他。你的存在就是打扰，你该自信点。放得下才能做朋友，放不下你就离他远一点。哎呀，哎呀，挺好，哎呀，真是挺好的。这房子赶紧定，咱抓紧买，不能再拖了。哎呀，你说这两个人分着住，房租啊，这月供啊，一个月浪费太多了。不是，你怎么没打声招呼就跑来买房子了？哦，陆明给了50万，余下的钱呢，打了欠条了。哎呀，曼曼，你听阿姨跟你说啊，你放心，我一定让陆明远把那小妖精的房子给卖了。我想办法，我凑，我到时候我凑够了那个给你和路飞买房子那个首付，我一定啊，你放心。哎，那个咱们再去看看那个主卧呀，那房子真是我再想看看那房子。我现在真的很想告诉阿姨，我已经有男朋友了。我现在觉得我特别对不起林宇阳，你知道吗？要说也得回家说，在这儿说，我姑妈发起疯来，你控制得住吗？你现在不跟她说，她一样会知道。哎，别！看在我哥的面子上，看在你们这么多年的情分上，你就再多撑一会儿。你哥，我在你哥心中就是个神经病、疯婆子、麻烦精啊！他现在可天天吃着降压药呢，你敢刺激他吗？
哎呀，曼曼，你听我跟你说啊，刚才我算了一下啊，就是如果你还掉银行，还剩下400万那个房子啊，你放心啊，到时候这儿的房子买完之后呢，这个肯定房本写你的名字啊。不用了，400万呢，完了，陆明远到时候把小妖精那房子卖了，100万，100万，150万，400万，一共是650万，650万。这首付买这套1000万的3居正合适，贷300万，很轻松的。对，我也觉得你说这2居室太小了。你要买，我认为就得一步到位，真的。你想啊，年底结婚哈，你们完了，明年就要孩子，再转年再要1、2胎，真的就房子，你2居室真的太小了。咱们到里面看看卧室。我跟你说实话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房子我看房。姐，阿姨，好房不等人，要不你们先交个意向金吧？意向金是什么意思？让业主表达你们购房的诚意呀。哦，要明白，交，肯定交。对现金我带了，交多少钱啊？要不这样阿姨啊，咱们交钱的事先缓一缓。不是，这里的房子我不中意。没事。谢谢你啊，我们想下楼再转转，然后再看一下，很快就给你答复啊。不是，这个不是，那我们再看看啊，我们再看看，不着急啊，不着急。阿姨，阿姨，那个谢谢啊。我跟你说啊，真是岁数大了。你说这才看了1天房，不是您头晕眼花的。过来，妈，哎呦，我刚开始电话，没事吧？没事。那个谁啊，那个曼曼，你呀带着那个小飞赶紧就看我。今天下午我特别喜欢那套房子啊，可能那个业主还在呢啊。行，姑妈您先跟我回家把降压药吃了，行不行？我吃药。别站在这儿了，赶快去呀，要不然业主走了啊！别这好，我先去啊。我送您上去。你别送，你跟曼曼赶紧快点，抓紧时间。谢谢啊。感谢您大人大量，生气的时候还帮我打圆场。您别客气，像我这种自以为中性的人，怎么会这么古道热肠啊？对不起啊，我收回那些话。唉，什么我就是真理，我就是宇宙的中心。哼，我又不是五道口。童言无忌，您就当我放了个屁。别，您这屁放的够响，足以证明友情它就是个屁。千错万错，都是我的错。您没错，全都是我的错。这你也争啊？哎，胜负心越来越重了啊！朋友之间有时候也会小心眼儿，也会吃醋啊。你跟丁宇阳一把狗两面针，扎得我比紫薇还无情，还残酷，还无理取闹。阿姨这个事吧，得赶紧跟他说清楚。我真怕有一天他头脑一热的，就把那定金给交了。先想办法把阿姨手里的钱弄过来，等他没钱了，也就什么事都办不了了。好主意，就按您说的办。不过你说的那些话呢，我是真往心里去了。想不到我在你心里……我记性失明。算了，反正我呀也说了很多过分的话。扯平。的号码暂时无人接听，请稍后再拨。Sorry, the person. 忙吗？
下午陪一个朋友，陪路飞妈妈看房子。他家的问题说起来一言难尽，如果你感兴趣，以后慢慢给你讲。妈，您没事吧？行，好多了。哎呀，什么时候把房给你买了，你妈我才能睡踏实觉。对不起啊，妈，我现在没能力在北京买房，让您失望了。这小张，这中介小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也不给我打电话呀？哎，妈，我能跟您商量一下，把您的钱先转到我账户上吗？行啊。哎，那那么多钱干嘛呀？曼曼说她有一个好的理财渠道，理财。那问题是，这买房正要钱的时候啊，那理财，你说那理财那么短期能挣着什么钱呢？曼曼说的这个理财产品特别好，钱生钱的事。哎呀，你说曼曼张嘴了，咱要是不答应的话，好像咱不信任是吧？那怎么办呢？你说这事儿，你把他那账号给我，我把钱给他转过去，到时候就说这是彩礼钱吧，啊。还有啊，就这手机啊，你还给他，你跟他说孝心我领了，但是这我不会用，多浪费啊！这特别好用，我教你一教就会。我这么大岁数不会，真的特别容易。我再给您注册一个微信号，相当于打电话不要钱。你打电话不要钱，打电话不要钱，你这么好的事你怎么早不给我办呢？啊？你说你这孩子，我什么都指望不上你，就这还得靠人小妈，你是不是你？妈妈，是我没有啊，以后不要钱的事我提前告诉你。是。还有啊，妈，能不能别惦记着曼曼那套房子了？你也别催着我爸给我买房了。我现在是买不起太贵的房子，但是攒点钱可以在郊区先买一套嘛，回头有钱了咱再置换，是不是？别把你妈想那么市侩行吗？我不是。什么不是啊？我不是说惦记人小曼的房子，你知道我是怎么想的吗？你听我跟你说啊，我是这么想的，咱们家掏几百万，给你们俩换个大点的房子。听我说，房本写曼曼的名字，你是我儿子，你喜欢谁我不知道吗？啊，我跟你说啊，你别看你们俩现在聊的挺好的，你别忘了，是因为你们俩各自没有家庭。你这，我跟你说，一讲我就想抽你的，还我就想抽死你！你张嘴你就说你不结婚，你不结婚，曼曼人不结婚呐？啊，等人家找了另一半，是吧？等人有了孩子，有了家庭，我看人搭理你不搭理你。我们俩是朋友，朋友怎么了？我没见过朋友一辈子不散伙的。不是朋友散不散伙跟我们俩在不在一起这事儿没关系，相爱又不是看朋友，相爱不是熬出来的，是看两个人合不合适在一起。像您跟我爸就不合适，对吧？您是这种人，我爸是另外一种人。您看重家庭，我爸放飞自我，他这话留我追悼会上说吧。你男朋友今天跟古宁一起出差，你不知道呀？
我不知道啊。呀，两个人一起回公司，说说笑笑的。我就知道，这次朱砂一个电话都没给我打，哼，就这样还进入热恋期呢。叶颖的朋友圈他点赞，他什么意思啊？呀，钻石真是多金又浮夸呀！专一又老实的只有他。哎，来了来了，微信来了，快！今天晚上一起吃饭。怎么样？谢谢。不客气。如果你直接问他，我能看一下你手机吗？万一他拒绝你怎么办？再说了，这也不是一个成熟独立的女人应该做的事儿。男人是就算你抓到了把柄，他还要拼死抵赖2下的生物。不要期待他们会自动交代。成熟的标志是憋得住话，虽然会消化不良，但你越憋，他就会越慌，越露马脚。怎么感觉你心情不好啊？我走这几天，你难道不想我吗？那你想我吗？当然。那我也当然。你怎么了？我看到你和叶颖在美国的合影了。朋友聚会嘛。虽然我跟叶颖分手了，但是我们在美国还是有很多共同朋友。这个答案倒是蛮有准备的。因为这不是答案，这是事实啊。那我给你发信息，你为什么不回啊？因为我在忙啊。我给你回的时候，就是我看到的时候，这表示我一看到就回了。果然有备而来，天衣无缝。我感受到了智商和情商的双重碾压。有些问题不问不痛快，问了更不痛快。说完了，发出去了吗？说吧，你好，听见我说话了吗？这发出去了。哎，你妈不笨啊？当然了，您学东西快着呢。回头我再教您怎么打麻将，怎么看电视剧。还能打麻将，对啊，还能看电视剧呢。我给你下了个游戏，你看海滨消消乐。这是你们常玩的游戏哈。对啊，你怎么玩啊？3个一样的连在一起。这个哇！哎呦，这太好玩了！这个，哎呦，怎么弄啊？一样的，点了就行。哦，哎呦，这太好玩了！这个，哎，行，你这小丫头啊，儿子，你抓紧给你妹妹介绍个男朋友啊。那咱们不高攀，门当户对就行了啊。妈，我都说了多少次了，我不着急谈恋爱，我现在奔事业呢。那有什么事业可奔呢？哎呦，我怎么就没有了？我现在的目标就是学好英语，以后当国内最尖端的代购。我哥替我报好英语班。净瞎折腾。你如果18岁的话，我不拦着你。23了，你都23了。说实话，他要是学习的材料，我跟你说，这大学就考上了。妈，23还很年轻，还长个呢。这个年纪有理想是好事儿，干嘛那么早就把心思放在结婚上啊？与其把未来投资给一个现在不知道在哪儿，未来也不知道怎么样的男人，还不如投资给自己呢，这样更保险，不是吗？就是什么呀？你就是啊？我跟你说多少遍，他不是学习的材料，他跟你跟小曼不一样。他现在最大的优点是年轻，其他的什么都没有。如果小美是个男孩的话，这个年纪大家都会对她的未来充满期待，谁会说她除了年轻什么都没有？为什么就因为她是女孩就对她这么苛刻呢？就是什么嫁不出去人就是笑话。以您的经历，能说女人嫁人就是一生当中最大的成就，这根本就没有说服力啊！对不起啊，妈。
妈，我说错话了。妈，咋办？这反抗一时爽，后果不敢想呀。鱼吃了。我也没说你们俩有什么，分手了还做朋友，也不是什么要命的事儿。你介意，那就是最要命的事儿。太会了，玩策略，他一天可以完爆我10000次。你叹气了？我没有。上次你给我打电话，我没接。你不是在微信上跟我解释过这件事儿吗？就这样，没事了。本来没事儿。大气啊！不枉我死心塌地的追了那么多年。如果我陪叶颖在美国看房子，你会是什么感受？当然不一样了。叶颖是你前女友，陆飞只是我好朋友。什么事儿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不要在非工作时间给我打电话。我现在是有女朋友的人，请你顾虑我女朋友的感受。我希望这是最后一次，在这么晚的时间接到你跟工作没有关系的电话。再见。生气了？怎么会呢？还有谁能把这么闹心的事情处理得这么帅，这么讨女朋友欢心？男女之间啊，没有纯粹的友谊，也没有纯粹的同时性，无非就是暗恋者付出，被暗恋者享受，彼此假装不懂的游戏罢了。我说我小气，是你们真的走得太近了。如果我说我不生气，那说明我对我们的感情就不是认真的。我想，你应该能理解我的感受吧。辩论不如自我省察，不想做一个双重标准的人。蓝眼、红眼，如果是男人呢，就怕你拦着拦着他们就绿了；如果是女人呢，就怕你红着红着他们就黄了。这次我站 Matthew 这边，要不你帮路飞介绍个女朋友吧？这样呢，路飞幸福了 ，Matthew 就放心了，路飞的妈妈呢也放心了，一箭三雕，堪称完美。你有没有合适的人选？给他介绍女朋友，但是我觉得路飞不是那种可以很轻易的接受情感的人。他是比较挑剔，审美又清奇。要介绍的话，最好是那种不结婚的正经人。结婚的正经人，我上吧。哎，这样他不结婚，我也不用离婚，大家都轻松啊。滚！喂，钟明玉吗？哦，我是艾若曼，高中同学。
你还有马玲玲联系方式吗？找不到她了。好吧，没事，谢谢。点好了吗？没有呢，随便啊，你先点吧。哎，你周围有没有单身的女孩没结婚的？又查岗了？查你个大头鬼！我是要给路飞介绍个女朋友。你让我给路飞介绍女朋友啊？你认识的女孩多呀。我的意思是说你人脉广，大家都一起找一找嘛，是不是？公司的同事啊、客户啊都可以啊，广撒网。最重要的是人品好，长相不重要。家里如果能有块菜地什么的，就更合适了。琳达，不婚族，人很开朗。太妖艳了吧，路飞 hold 不住的。就这烈焰大红唇，一口能把路飞给吃了。那就给我捏。没事吧你？你不要的丢给人家路飞，真把人家当垃圾桶了。你是不是觉得，除了你，没有人配得上你的朋友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我已经尽力在平衡我们的关系了，也很照顾你的感受。3句话不离开另外一个男人，陪他的家人一起看房子，拿他做的菜来营造你良妻贤母的虚假形象，现在又因为他跟我吵架，你还真挺照顾我的感受的。不是都原谅了吗？你干嘛还要翻旧账？我原谅说明我气度，不代表你没错，更不代表我不能提起。对不起，行了吧？我不应该用会做饭来套路你，但你就没有套路过我吗？你跟叶颖的合影，半夜女同事的电话，你真的以为我傻呀？你真的以为我看不出来这是你的策略吗？我之所以愿意动脑筋做这些事，没有向你直接提出要求。另外，这些要求非常合理，这是因为我重视你。我不是那种有了男人就没朋友的人，在爱情缺席的漫长岁月里，是友情一直陪伴我、支持我。友情不比爱情低，凭什么爱情来了，友情就要退位呢？你确定你们对友情的界定跟大家一样吗？一个朋友，凭什么教我怎么做你男朋友？你说路飞口口声声说你们只是朋友，麻烦你们玩这种自欺欺人的游戏，请把家里收拾干净，别露出马脚。拜托你整理好自己的生活，这是对另一半最起码的尊重。你最好想清楚，谁才是你最重要的人？我，还是你所谓的朋友？快点吧，迟到了。哥，你昨晚没丢垃圾？系统丢了呀。哼，垃圾又不是你养的狗，你丢了还能自己又跑回来了。哎，艾总，您预定 Lucky Coffee 到了，温度啊刚刚好，谢谢。艾总，这花儿不是给您的啊？不好意思啊，咖啡送你了。哦，谢谢。吵架是情侣的比武，冷战是高手的内力过正。喂，晚上有时间吗？核心新开的西餐厅找朋友试吃，也可以叫丁宇阳一起。晚上我们公司有一个饭局啊，可能不太好推。啊，那没事，下次吧。那我先挂了。好。
肖哥，我最近睡得不好，经常出现幻觉。我在别人身上看到他的影子，我以为自己能调节好，但没什么效果。问世间情为何物？不过是几种激素啊。哎，你说我用不用去看心理医生啊？有那么严重吗？体内苯乙胺严重超标了吧？非常严重，比我想象的还严重。而且，他已经意识到我的异常了。我现在甚至会幻想出自己没做过的事情，比方说扔了垃圾、褪黑激素、佛叶催产素、血清胺，都给我来点吧。你吃什么药，打什么针，看什么医生啊？我送你一个字儿：浪起来。没事。我觉得摆盘可以再改进一点，让人一看就……你朋友来了。你怎么来了？不是有事儿吗？赶时间了，打搅了。怎么会呢？艾小姐能来我们餐厅品尝菜品是我们的荣幸啊。何姐真会说话，以后这个餐厅肯定会特别红火。那也要托妹妹的福喽，以后没事儿多带朋友来照顾照顾生意。一定的，大力支持。哦，我还有很多事儿要去后厨忙呢。你快忙你的，不用管我。路飞，照顾好艾小姐。行，你忙吧。不错啊。你不是平时不喜欢叫人家哥哥姐姐吗？怎么叫人何姐啊？尊称呗。那你平时怎么叫他呀？我叫名字。我跟人家不熟，我直接叫人家名字多奇怪啊！哟，你还挺维护他的啊！青青当年一口一个若曼姐的，也没见你出来阻止啊！再说了，我没看见人家何姐在意啊，人家还管我叫妹妹呢。怎么了？我管青青叫过妹妹吗？你找地儿随便坐，我去后厨把东西拿出。怎么样？1级棒。还有呢？超级棒。没词儿了。哎呀，问你等于白问。你在这儿股份啊？没有啊。那你干嘛总来啊？义工？我喜欢餐厅，你知道的。哦，那倒是。你跟这个女孩什么情况？什么情况？你想问的那种事儿我没问过。是不感兴趣还是不敢问？没有需要问的场合。是不感兴趣还是不敢问？没你感兴趣。不敢问，我就知道你不敢问。要不然我帮你问。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的画风真的挺和谐的。那霹雳大红唇那种你喜欢吗？你这东一棒槌西一榔头的，到底想聊什么呀？我想给你介绍个女朋友。谢谢你啊，用不着，尤其不用你给我介绍。我眼光有那么烂吗？你的审美没高级到哪儿去？路飞，哪里属？安卓。马玲丽，真的是马玲丽。
还干高中拳，快出来看你的女神！班里都有谁在北京啊？想小范围的请去一下呗。路飞在，爱的路飞，快死出来！还扭捏上了。你这么激动干什么？送你一个慈祥的微笑。不要在群里艾特我了。爱的路飞，爱的路飞，爱的路飞，同学们保持队形。喂，我看你平时喜欢听歌，你是不是喜欢周杰伦啊？这张 CD 我送给你。谢谢啊，你自己留着吧。你不喜欢周杰伦啊？那你喜欢谁的歌啊？孙燕姿。我也喜欢孙燕姿。我爱上一个人。别唱了，把这点心思放在学习上不是更好吗？有。哎呀，还给你。怎么了？我实在跑不动了，我真跑不动。没多远，坚持一下吧。调整一下呼吸。我陪你一起跑。我爱跑800。啊？我爱跑800。我爱跑800。儿子刚上学。你女儿是不是也在上学了？我的天呐，怎么同学聚会就逃不开这个孩子啊？那没办法，年纪大。孩子除了孩子就是孩子，跟你讲。哎，江官，马琳丽什么时候来啊？怎么组织着人迟到啊？这刚说了，在路上呢，堵车。要不咱先吃，别等他了，好不好？别等他了吧。啊，先吃吧啊。不过我这个必须，我得问一下大家，你们说句公道话，我当班长的那会儿，咱们班的学风是不是比艾班长那个时候是好？那必须是啊。是啊。说什么呢？你要是继续当下去，咱班的1本录取率还得低，是吧？怎么可能？哎，你是不是走错包厢了？江管家属来了。讨厌，知道了一小会儿嘛。看什么呀？给你们都没色呢。你确定你是马玲丽？等等，咱班主任叫什么名字啊？有意思吗？班主任姓王，王什么来着？就跟那个13香特别像。王守忠。对，王守忠、王守忠、王守义，整个一亲哥俩。我可以做了吧？讨厌，一上来就给我考试，我最讨厌考试。你怎么变这样子了？你把话说完整了。我怎么变这样了呢？真是看不出来呀，你女大18变呢。10几年了，谁能不变呀？你们不都变了吗？这个长褶了长褶，生小孩的生小孩。咱们这里啊，路飞没怎么变，时间真是太偏爱你。我看不是时间偏爱路飞，
是你偏爱路飞吧？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大家别闹，都起供多少年了都。我进来这么半天了，你也不说敬我一杯。敬啊，那肯定得敬。老情人见面必须得脸红。我这清口味高粱酒，告诉你，立口不落，一人一杯，必须给我干了啊！干了！一杯。是，今天好不容易大家聚会，说点大家都关心的话题。我们俩这都多少年的旧事了，喝酒可以。什么叫旧事儿啊？这么多年了，大家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。行了，你就看看你想吃什么啊，加几个菜。哎，你别碰我鼻子，恢复期嘛。哎，我看人都到齐了，咱别干坐着了，好吧？那个一块喝一个啊！好啊，喝一个。这有句话怎么说的来着？青春不是一段时光，而是一群人。来，为了咱们的干杯！哎。走一个来，上来！我跟你说，这些老爷们儿酒量还不如咱们俩呢，快顺着我。我坐这儿。来，你坐这儿。哎，我说，你是不是嫁了一土豪啊？我还用得着嫁土豪？同学3年，你都不知道我自己就是白富美啊！同学那会儿，谁关注你家是干嘛的？再说你明明是恢复丑啊！想死啊你！马丽丽啊，那个你在北京定居了吗？你结婚了吗你？干嘛呀，大班长？查户口啊？关心嘛。我先关心你吧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啊。老手知道是吗？路飞，哎，你也没结呢吧？不是，咱们都聊悄悄话干嘛？聊点大家能一块儿说的话题。最近有什么好看电影吗？路飞没结婚，一直空窗期。我觉得，咱们班长虽然没有结婚，但是有男朋友了吧？我看到你朋友圈发牵手的照片了。那我太好奇咱班长什么人能够他发呀？啊，谁啊？没有，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叫丁宇阳。谁？丁宇阳？你跟丁宇阳在一块儿啊？这人还活着呢！你竟然抢走了我的校园男神！咱们大班长啊，做出什么样的成就啊，我都不意外。丁宇阳在哪高就呀？等会儿，若曼，你觉得你好意思面对我吗？你对得起我吗？我有什么不好意思的？你说这么多胡话，我还不能面对你了？我也是凭本事谈恋爱的。凭本事？丁宇阳那么难追，我就不信你能追上他。除非你现在就把他叫过来，让大家看看，是不是？有没有点反馈呀你？叫过来，大家认识认识嘛，一块认识认识。叫过来嘛，那就。他出差了。好巧啊！哎，江管，咱们俩也牵个手，拍个照片，回头我发一朋友圈，说我男朋友是张若昀。马玲玲，你什么意思？我意思这么明显，你看不出来吗？上学那会儿，你阅读理解不是满分吗？行了，我能证明，曼曼男朋友确实是丁宇阳，他也确实很忙。那人叫不来，电话总能打一个吧？不能。他打过来可以接，但是今天就是不能打。可以接，但是不能打，为什么呀？因为接听免费呀。你差这点话费呀？你给我通话记录真有丁宇阳？哎，我一会儿拨过去，不能是10086客服接的吧？你干什么？怎么了？是吗？可能是怕打扰男朋友工作。
你老婆给你打电话算打扰啊？行了，我不都证明了吗？万万没说谎。换个话题啊，吃东西吧。哎呦，那我可真同情大班长了，地位也太低了，电话都不敢打一个。你没事吧？我没事啊，你有事儿？你脑子有事儿？你脑子进水了吧？这就是你的审美啊？10年没见了，他怎么还那么烦人啊？哎，你能不能告诉我，他到底有什么我 get 不到的优点啊？你能不能跟我说的清楚点，让我别这么烦躁吗？